台北市长郭文泰早起是化身做菜市仔的李会员，要来推测到传统市场甲外送平台会当来合作。尽管这个摊商有的欢迎，有的有意见，也毋过郭文泰讲，危机就是转机。目前六都的疫苗的覆盖率，台北市31.7%排六都的第一，新北市23%排第四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中央加速度来买疫苗，讲疫苗的数量若是充足，这个覆盖率自然就会提升。我要买那么多。台北市长郭文泰挂菜篮，要来推广传统市场和外送平台合作。将我们商品装进外送盒的外送箱。光复、西湖、建国、南门等等21个菜市仔，请外送到买菜送到厝内。即马阁有优待，台北市府补助摊商有纳税，每个月上侪补助50%的服务费，无纳税嘛有25%的补助。这是未来趋势啊！他们下单到我准备货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我前面如果有3个客人，我来不及啊。其实很多都系统就跑一阵子以后，他就模糊出说，我线上线下时间怎么调派。推广纾困振兴产业做转型，嘛惊传统市场会对防疫不利。因为到7月19号为止，六都的疫苗注射率，台北市是第一名，31.7%；高雄、桃园、新北、台南拢超过20%，台中市有19.6%。不过市场摊商的第二剂敢会当赶紧注射，互因会当有完整的保护力。慢慢的，我们按照这个感染度的高低来调整疫苗了。多多购买，品质好，而且速度要快，疫苗够，当然覆盖率就会高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关键要是疫苗的数量。毕竟中央第2摆的疫苗注文，新北市就要20万人排队，但要注疫苗是六都的冠军。只要每一个人拢会当注到疫苗，注射率一定会继续增加。